迎收听7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第5章1到31节。耶利米书第5章1到31节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上帝他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也是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哦。我何必赦免我子民的罪过？他们已背离我，去拜假神。我使他们吃饱，他们却饱暖思淫，成群结队去找娼妓。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，一开始上帝透过他拣选的先知耶利米说出这样的话：耶路撒冷人啊，走遍你们的大街小巷，到处详细观察，到市场上搜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正直忠诚的人。你们找得到，上主就会饶恕耶路撒冷。会这样说，是因为耶利米他领受上帝的话，他说到这时候的耶路撒冷人啊，也就是南国犹大的以色列人们，你们自称敬畏上主，其实口是心非。上主的确在找忠诚的人，然而在这当中，他打击你们，你们不理会；惩罚你们，你们也不受教。你们顽固诚信，不可离弃罪恶。在这当中呢，耶利米还想说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是贫穷无知的人，所以不晓得上帝的道路？是不是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法则，所以来去问他们的领袖好了？这些是上帝的子民，最起码领袖应该知道上帝的法则，知道上帝的道路吧。可是啊，这些领袖却是带头否认上帝的权威，不肯服从他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透过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就会知道为什么南国犹大最后还是经历了这个毁灭性的命运。原因是因为上帝一直呼召悔改的时候，即使是连这些领袖，在今天经文讲到了3个角色。第一个是先知，今天说到先知只会撒谎，他说出了那个平安的信息，可是上帝没有让他们平安啊，上帝是定义要毁灭啊，因为他们不愿悔改，让自己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审判。而在这当中呢，先知却没有说实话，反而很多的人是跟耶利米持相反的态度。他们认为亚述不在啦，北方的威胁不见啦，上帝的确是要让他的子民得胜，可是得胜是哪一种得胜？好像是世界上的得胜，可是生命却失去了。而在这当中呢，这些祭司专为自己争权夺利，而这里面的子民，上帝的子民竟不反对耶。在这里面形容到为什么他们会经历到上帝的愤怒，因为邪恶的人住在我子民当中。邪恶的人竟然就是这些上帝拣选的子民，他们设圈套陷害人，好像捕鸟的人张开罗网。他们的家堆满了赃物，好像猎人的笼子装满了猎物。所以呢，他们有钱有势，肥胖红润，但是他们穷凶极恶，不替无依无靠的孤儿伸冤，不替这些无助的穷人主持公道。再次，上帝问他自己，我何必赦免我子民的罪过呢？上帝的心意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上帝的救恩不只是个人性的，也是群体性的。当我们在世上，特别是最近面对疫情的时候，上帝不愿只有一人好，而是要人人都好。他看见他子民的需要，
他也看见他子民的罪过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罪恶是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，的确是哦，但是这可以分两个来说。一个呢，就是那不该做的我们做了，而另外一个呢，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却没做。上帝他鉴察人心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需要赦免，是因为上帝要人与神与人恢复关系。赦免的目的不是让人觉得羞愧羞耻而已，而是要恢复关系。管教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毁灭，而是要使他能够有机会回转向真理。这是上帝用他的话娓娓道来对我们的耐心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，还要先讲这么一大长串有关于为什么管教的原因。不过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，忍耐我们。同样的，他也要我们活出真理。他的孩子他必管教，为要叫他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当你说我何必赦免你呢？主啊，我们要说我们真实需要赦免，因为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无知，因着我们的骄傲，因着我们的自义，因着我们人在其位，但是我们却是没有尽当尽的责任。主，我们要向你来悔改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当行的路，也让我们有从你来的智慧、能力、方法、爱心、信心、耐心，叫我们自己的生命及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都得着永恒的盼望。特别是在这不容易的世代，面对在疫情当中，主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赦免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盼望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拯救。主，你也定义要拯救我们，主啊，但我们要在这黑暗为难的时刻，更是向你求助，求你让我们增添信心，有从你来的智慧言语，好叫我们每一天都活出从主来的盼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